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就在这几天，大家咧等待风台会入来袂入来，咱来了解世界又搁发生了什么代志。讲起到中东弯弯小步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后用 BB call walkie talkie 到空袭，要消灭敌人无所不至。和平敢是人类永远学袂晓？咱今仔日四位专家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崔振贵。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分科大财经金融系教授陈正炳。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位，政治大学外交系兼任教授李定科。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四位，资深军事记者郭宏忠。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继续，咱来关心，在以色列又去继续来攻击个黎巴嫩的真主党，昨透早空袭黎巴嫩的首都，造成了4人死亡。那么这4人死亡了后，以色列的军队嘛空袭了也门，伊个青年运动的据点，针对着国际社会呼吁双方面来停战。以色列总理纳坦雅尼胡那么不爱接受。那美国的总统拜登嘛强调讲，一定要避免着中东的战争全面性来爆发。30透早，以色列无人机夜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中心有名地标库拉12度口附近一个公寓，造成3个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领导人甲一个哈马斯领导人死亡。这摆空袭也是以色列为1006年了后第一摆将炮火对准贝鲁特中心地带，也是去年10月7日以哈冲突了后，以军第一摆攻击贝鲁特市中心。美国媒体 CNN 甲 ABC 引用美方官员的讲话指出，美方研判以军已经准备或者是一定发动有限的地面战来抢夺换以色列边境的真主党据点，不过无证据会发动大规模的入侵行动。And there is also talk in Israel very soon of moving in some sort of ground operation inside Lebanon. The big challenge to Israeli leaders, they do seem to have the upper hand on the military side of things. The big challenge now is to convert these successes on the battlefield into diplomatic achievements. 除了黎巴嫩，以色列自告发动长条飞弹空袭也门反恐军青年运动伫个荷台达港口据点，造成4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以色列打击由伊朗伫背后支持的武装组织，为哈马斯到真主党加青年运动开进一条战线，就连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尼也接到情报，去安全地点闪避。以色列伫杀害包含纳斯拉勒至少3个真主党领袖了后无受煞，纳斯拉勒的接班人萨法丁也偷偷步出台面，继续对以色列发动报复反击。国际烦恼局面失控，伊朗甲以色列主要朋友美国拢会加入其中。美国总统拜登29就呼吁，要全面阻止中东的战火爆发。All-ou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be avoided? It has to be. We really have to avoid it.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已经公开否认，包含美国甲法国在内提出伊犁停火21天提限。拜登强调，也搁一摆敲电话沟通。黎巴嫩卫生部指出，以色列过去2礼拜空袭已经造成1000多人死亡，6000多人受伤。黎巴嫩总理强调，若以色列继续发动空袭，因会负100万人有路无厝。沙地外长30日联合国大会顶悬呼吁，国际社会有责任爱保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同时全力维护区域和平。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辑。其实我相信真侪朋友咱咧看这个中东的问题，有当时感觉以常识来判断讲是安怎来冤冤相报，拍甲安尼安尼分焦40-50档。自我细汉时阵，可能老师搁咧做老师的这个学生的时阵咱就知影讲中东拍袂完。但是这第一是安怎今仔日会造成这个情形，咱前几次拢讲过。即摆先来讲，即摆即个 Hezbollah
这真主党的这个领袖去炸死。以色列是安怎要升？咱咧讲太抓太七寸啊，升要炸死这个是有啥物重要性？我先请所长来给咱解说一下。对，最近就是发生在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边境的，就是军事行动，其实最主要是以色列在上个月9月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一系列的就是暗杀行动，那包含就是BB call， 对，有什么 walkie talkie， 迄就是头一摆想要铺阵啊，这摆是真正用炸。对，就是透过这个斩首的行动，其实以色列最主要是想要对真主党进行就是军事性的吓阻，因为透过这个斩首行动，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从去年以哈战争10月发生以来，已经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1年之久，所以在1年之际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他必须要拿出一些他在军事上面一些具体的政治成果或是军事成果。那现在在就是加萨走廊的战事大概告一段落，虽然还是有持续在进行当中，可是以色列政府已经把它打击的重点放到就是北边的就是黎巴嫩边境的真主党，因为其实对以色列来说真主党的威胁性其实相较于哈马斯更加的强烈因为我们知道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智库 CSIS 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就指出，其实真主党是目前全世界武装力量最强大的，就是非国家行为者。那对以色列来说，虽然就是哈马斯是一个威胁，可是从军事力量上面来看的话，真主党的威胁性更大。那其实从去年10月发生这个事件以来其实就一直有非常多的传言认为说其实哈马斯虽然就是对现在的以色列政府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可是他们其实也想要借由这次的行动来一起处理真主党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其实，在现在这个加沙走廊的战事大概告一段落的时候，以色列他把这个重点放到北边的，就是真主党。其实最主要他想要维持就是边境的安全。所以我整理老师的话第一，老师的意思是讲，起码扫涂骹扫到清差不多大部分清理了，起码北边的起码是好好来清理，这头一个。第二个是讲，我哈马斯我拍一档其实讲你讲有具体无具体的，真歹讲。但是我若拍这个 Hezbollah， 我国内大家一定拍爆啊，因为大家足惊这个真主党，真主党咱小等咱看小等李老师咱补充这历史坎坎切切，是大家也是安尼。但是伊抬这个 Nasrallah， 敢会样斩不断啊呢？春风吹不。这春风一吹，后来伊即摆伊表小弟佫出来啊，是不是安尼？嘿，但是我认为就是虽然就是那个 Hezbollah 他被斩首了，可是其实对真主党来说，或是对其他这些比较激进的伊斯兰组织来说，就是其实他们都有做好这些主要领导人被斩首或是被暗杀的准备。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应该要回到问题的根源，就是这些暴力冲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样才有办法，就是真正去回应或是解决这些所谓的政治暴力的问题。哇，老师小等这趴咱就来讲，这些根源无法度解决完全斩草不除根都无法度。但是田老师真趣味，咱们以色列超大超19天去遐算作旅游观察老师好家在无老到即马呢。老师，你迄阵时敢有拄着防空河开始咧号咧飞弹咧走？老师，你讲看嘛？好，我是8月6号进入以色列，8月25号离开。那8月6号就是川普警告说，前一天晚上会有大轰炸。然后所以我进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3个地方都一直有所谓冲突。第一个是加萨走廊2-3天就会，他往那个特拉维夫射。那北边的这个真主党，他就往这个北边的边界跟戈兰高地，就是我自己在倒数第3天去戈兰高地的时候，在我前面几个小时就碰到50枚的火箭弹。50粒？是的。
就当然我跟我距离2个小时，那我会回去看电视，我才知道原来我去的地方距离1-2公里的地方，居然早上的时候有50枚的火箭。这些公我帮你囤最暖。好，然后我也进入到这个约旦河西岸2次。那约旦河西岸里面每隔几天也会有一个冲突。换句话说，现在以色列的状况就是冲突不断，那或大或小，但是很明显的一个状况就是。从去年10月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占据绝对的上风。好，那我们刚刚主任有大概说明一下哈。那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为止哈，这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都要歼灭哈，不是打败，是要歼灭，是要铲除以色列。所以以色列跟别的国家相比，它有非常强的生存意志。那很多国家都妥协了，埃及、约旦好等等，但是只有一个国家在后面主导，就是伊朗。所以伊朗有7个国家组成的抵抗轴心哈。那大家都知道，伊朗是最强大，其次就是真主党，再来就是加萨走廊的哈马斯，然后有叙利亚、有伊拉克、有也门的胡塞民兵等等，所以加起来7个哈。那先说一下哈，就稍微补充一下这个历史，就是以色列哈前面打了5场大战争，那5场大战争它都大胜。好，那基本上从1985年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之后，他撤出来之后，他就走和平政策。和平政策就是他到处盖那个高墙，像我进入约旦河西岸，你就知道那个跟巴勒斯坦人用高墙隔起来。那你在高墙里面做什么，我就不管你哈，你自己管理自己，你提升你的经济，你接受补助，所以他这个叫做隔离政策。结果1985年之后，只有恐怖的活动，而没有真正的战争。但没想到就是说，去年10月。以色列人吓坏了哈，仅次于赎罪日战争，他们马上就有那个存活的威胁，所以对他们来说哈，他们反省起来，就是他们的隔离政策是失败的，他们的国防军的政策是失败的哈，所以经过30年之后，他们要重新建立他们的嚇阻力量，重新调整他们的国防军。重新要赢得胜利，而且他们的胜利叫做 decisive victory， 就是致命性的胜利。我不只是胜利啊，我还要把你打到趴，打到你在未来几年都没有办法对我的威胁。我有看到报纸写讲，要互你厝内人踮在遐哭，你写的这种字啦吼。不过老师，你踮在以色列这10几天内面，你感觉一般人，伊会感觉讲，这政府咧相拍。我会足惊的，生活足困难的，敢有这种气氛伫？哦，我先说一下，因为我去年7月也去过乌克兰，那乌克兰的紧张程度是以色列的10倍以上。那我第2天就到了这个黎巴嫩边界，距离那个火箭弹距离差不多5公里的地方，阿兵哥就把我挡下来。但是后来我遇到这个海滩上面遇到很多人，他们都在游泳，然后再往前走，哇，那个因为地中海很漂亮，很多人，大概10公里的地方就人山人海。那我后来回到特拉维夫的时候，特拉维夫的那个海滩非常漂亮，到晚上8、9点的时候人潮汹涌。好，换句话说呢，以色列这40、50年都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他们已经很习惯在战争的威胁之下过正常的日子，enjoy他们美好的人生。所以跟我去乌克兰的对比是差非常多。我去乌克兰9天，大概遇到10几次的这个警报，好，然后有真正各地方都有很严重的冲击。但是你到以色列啊，你看到威胁都还是有，你打开媒体报纸，他们威胁都是有，但是其实并不严重。我回来的隔天，8月25号，真主党决定要对这个以色列的中部城市特拉维夫等等发动大攻击，结果他们5点准备要射出1000发的飞弹，但是4点半的时候，以色列100多架的战机。把他们的东西全部摧毁，然后特拉维夫机场有关闭，你知道关闭多久吗？关闭2个小时，它不是关闭2个月，它是2个小时。所以你看到以色列对它的防空系统，对它整个军事的那个掌握能力是非常的有自信的。这小咱再来请田老师再来回想吼，真正感想是啥物？一个国家爱安全人民生活快乐，迄上基本的基础是啥物？不管这政权的本质，伊安怎去想和平安怎得来吼。所以我要请教李老师吼，李老师算做中东的这老先觉哦，真侪人都无了解讲，其实这以色列进前将拍去到黎巴嫩的这个首都内面，而且甲过去这个长庆党、长枪党嘛合作过。这长庆党即摆还阁原在地的只是食处变真少。伊甲这个
伊斯兰堡这个真主党哦，当然比例不成比例啦。不过，伊是安怎要来改变讲？因为哈马斯的影响了，伊要来改变政策略，一举要甲你完全的歼灭性，要取得这个胜利。这上主要原因啊是真主党啊支持这个哈马斯，因为这个纳粹啊就已经叫以色列斩首迄个真主党的头啊，嘿，伊讲足一遍啦。伊讲吼啦，以色列甲这个哈马斯吼达成迄个停火协议，莫去相拍，我就未拍以色列，所以伊是吼不帮忙这个哈马斯，主要是安尼啦，因为伊知影讲伊若无帮忙吼，以色列吼。伊用100%力量来对付哈马斯嘛，哈马斯就真凄惨嘛，当然还有伊朗的这个什么因素，因为伊朗嘛知影讲，这个哈马斯若无这真主党你以色列北平吼，你去斗3工吼，这哈马斯嘛真危险安尼吼，个真主党的领袖啊，已经过世迄个领袖啦，之类啦吼，这几年来啊，可能嘛不离下败啦，安怎讲呢？伊讲你看吼。过去哦，300个以色列的战争吼，以色列哪有没办法呢？对不？你看，到尾啊，以色列规章好好。就是啦，到尾啊，以色列啊，你这个2000年嘛，都公元2000年，迄个被迫从黎巴嫩南边撤军。伊本来迄个以色列离这个黎巴嫩内战的迄阵啊吼，伊到尾是退，但是哦，黎巴嫩南边哦，伊成立一个这个缓冲区啦。找一个这个黎巴嫩的一个，敢若一个少校怎么样做伊的代理人，所以伊的部队吼，主要的薪水啊，什么武器什么，拢是以色列供应的。薪水嘛就甲以色列领，安尼，每次讲替以色列顾问安尼啦。但是，和这个黎巴嫩伊较爱国的人士来看吼，你这个是叫白啊嘛。四卡。对，叫白啊。所以吼，迄个足侪迄个黎巴嫩吼，敢若讲靠这个爱国意识吼，拢支持这个。真主党，因为真主党伊当初吼成立的目标讲得真清楚嘛，我咧就反对以色列啦，以色列占了这个回教的伊斯兰的圣地，欺负这个巴勒斯坦人，占领这个巴勒斯坦的土地，这些是伤过分啦，所以吼我本来替伊的话吼，斗3工，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美国啦、法国啦，这外国人吼，这兵马。拢爱做这个黎巴嫩的撤退，黎巴嫩是黎巴嫩的黎巴嫩啦，美国那就把部队派来吼，为何？是啊，法国那把部队派来，每次加造卡，哪有这个道理啊？所以1983年嘛，这个真主党也是讲真主党的派下，就用这个炸弹，敢若讲台西200多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海流啊，把台西。几十个这个法国的部队啊，所以吼，那讲这个法国政府还是讲美国政府来讲啊，是讲这个真主党是恐怖组织嘛，是恐怖的组织啦。你看我的部队里无代志互伊安尼用自杀的炸弹吼，安尼杀死遐济人，所以开始结冤仇。对，所以美国甲这个法国啊，当初拢把这个真主党，尤其伊这个军事的指挥这方面呢。来当作讲恐怖的组织啊，恐怖组织。好但是咱那个讲到转去吼，真主党甲这个以色列吼，伊这个元首啊，咱头讲起嘛，真主党伊成立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消灭以色列。来讲对嘛，以色列来讲孰可忍孰不可忍啊，对吧？你这个组织的成立部队不甲消灭，生我加枪的，叫我加亡啊！这个哈马斯嘛差不多啊。因为哈马斯当初成立，伊嘛一个目标嘛，要消灭以色列啦。伊讲以色列土地是阮的土地啊，是巴勒斯坦啊。所以从约旦河甲这个地中海路吼，这都是阮的土地啊。当然啦，到尾啊，这个哈马斯有了调整伊基本的立场啦吼。但是啊，以色列这个安怎讲，较强硬的吼，强硬派，强硬派来讲吼，就讲这个什么纳坦雅胡啦。甲伊一寡迄个友党啊，特别是那些极右派，伊讲好，就看这个哈马斯甲真主党吼，拢要消灭以色列，哪有可能啊？互因那里来唱秋啊，对不？佮尤其是讲旧年10月17嘛，哈马斯啊，甲这个以色列拍这个以色列机关安尼吼，损失惨重。所以吼，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以色列这边总理啊，
当然要先拍哈马斯嘛，但是伊嘛知啊，北部这个高音啊，这个真主党也无好啊个修理吼，伊嘛真废气呢。佫啥？伊个军头部佫比哈马斯较大粒咧，较硬咧吼。所以吼，这个咱讲有早就要想要来修理这个真主党，就是讲，这嘛无遐简单啊。就掠着机会。即嘛是讲真好个机会。头摆咱讲起吼。真主党就是因为吼过去20多年吼，以色列冤家遐久啊，基本上伊认为讲，以色列嘛无啥物了不起啊，以色列话拍到因的兵马拢撤退啊，所以吼，感觉不哩骄傲呢，尤其个另外是什么话呢？迄个叙利亚内战啊，这个2011年以后，这个叙利亚迄个内战吼，迄阵啊，这个阿伊德的政府啊。若无即个真主党的帮忙啊，就可能早就无去啊。迄阵啊，真主党一寡将军啊，一寡迄个指挥官去帮忙，因哪讲呢？讲迄个叙利亚军队啊，无成军队啦，根本啊无做一个力量啦，很看不起呢。所以吼，真主党有足侪迄个指挥官，而且即个叙利亚有迄个第一手的什么做战争经验，哇！这把这或者以色列不离条件呢，哇塞吼！这个人哦，去遐拍战争，拍遐一年吼，佫什么佫转的有经验，佫摕到更较好的武器，伊拢互更较武器嘛，五路嘛，互因较侪武器嘛，所以真主党伊即卖武器吼，比较早更较侪所以这个拿出来又讲嘛，伊讲吼，即卖阮的迄个军火库啊有吼，阮的飞弹火箭啊，比较早加足侪啦，阮的兵马吼，差不多有10万人啦，讲10万人啦，事实上吼。根据美国的这个情报，差不多是5万人啦。不管5万人10万人嘛，真济呢。这比哈马斯强足济呢。兵马遐济万人，武器佫比这个哈马斯较厉害。老师，你感觉即摆安尼甲射落去了，伊才有剩偌济？敢有消息指出？即嘛吼，哈马斯家己即真主党家己嘛承认嘛，讲无毋对。阮这边吼死亡几百人，受伤2、3千人。但是吼。我超过几十万呢，几十万的人呢，即马才几百人死亡，无什么影响啦。但是哦，伊是安尼讲，影响嘛真大咧。因为安怎讲呢？伊这个死亡还是讲受伤的，拢是什么重要干部呢？毋是讲迄个普通的兵啊呢？就讲是什么连长啦、排长以上安尼呢？因你是嘛被BB扣嘛？普通的兵啊无摕着，无得摕着BB扣嘛？拢是讲什么连长啦、排长安尼，所以迄拢是真重要的干部呢。即马这2、3千人的干部吼，毋是青梅，就是讲手长脚长，无多指挥呢。这对这个作战哦影响真大。佫一寡头也嘛死去啊，对无？上重要指挥官因的领导人拿出来嘛叫以色列抬头啊。所以吼，这个真主党无毋对，伊的兵马抑佫有足侪万人武器嘛也真济。但是伊这个领导的这个系统叫以色列破坏去。所以咱会当讲，伊暂时即摆是无啥物行为能力，会使安尼讲？毋是有能力，但是无像讲1年前较强，还是讲2个月较强，对无？若讲2个月以前迄个不得了诶。所以迄阵啊，这个拿出来安怎讲你知？以色列啦，这个内塔有你个较小心者哦。你若发生气我讲起来，规个以色列拢是阮飞弹的目标呢。毋是讲拍北部尔咧，中部、南部我拢用甲你拍呢，因为我飞弹迄个射程啊，拢有够，拢拍够，有超过500公里、800公里，以色列无几百公里嘛，所以讲这个话以色列总理实在是皮搓出来的，皮搓出来呢，迄来讲拍来不得了嘛，规以色列拢乱成一团。所以这阿够拍出哦。若讲真主党迄阵啊用较长的飞弹拍这以色列，以色列人哪有可能去海边游泳？大家嘛去落来避空袭吧，对无？所以因就是把安怎讲嘛，叫以色列来给啦。因为以色列这个自旧年到即嘛伊这个拍这个真主党，主要是拍因的军事目标啦。无拍这个都市啊，无拍这个民间安尼。所以真主党嘛讲好，你拍我军事目标，我嘛拍你军事目标嘛。所以伊无拍这个以色列的大城。还是讲以色列其他的什么机场安尼无拍这所以这就是讲真主党伊家做错误啦。因为啥？以色列的武器较好嘛，真准嘛，真厉害呢。所以我拍你军事目标，你也拍我的军事目标，但是我反飞弹
这个武器真好啊，所以你拍10粒，可能7、8粒拍了啊。啊，但是真主党的这个什么反飞弹这方面的武器啊，无遐好啊。啊，所以以色列给拍吼，伊真吃亏啊。所以咱讲以色列啥，真主党来用这不对称作战，啊，以色列就翘起啊。啊，我讲你啊，你来拍我贵族目标无要紧，我拍你泰拉维夫。你来拍我黎巴嫩吼，我来拍你耶路撒冷，安尼就无共款来，对唔知？我一些所以大战就要开始哦。唔是啊，讲不对称作战啊，真主党吼，就叫以色列吼设计啊，啊你晓设计啊，啊你无遐准嘛，无遐厉害嘛，啊你讲要来比准，你比输人嘛。你就说你来拍我一粒无，我来拍一粒，但是我拍你啥？拍你软目标，我唔是拍你硬目标啊。来讲。军事基地就是硬目标嘛，去歹拍嘛。啊，来一般的都市这是软目标嘛。所以哦，真主党来用这步吼，啊，以色列就掠讲啊。那洪兄，你感觉伊即摆耍来策略，可能在军事行动上是会安怎来反击？咱分两边来讲吼，对以色列来讲吼，伊即摆是一个已经是咱算讲像讲做练咧武术吼，空手道就好啊吼。啊，以色列这是乌地啦吼。黑腰带，乌大吼，啊，迄个真主党咧，真主党咧，伊可能甲练了，可能佫会使安尼尔啦吼，咱莫讲什么大，啊，就是讲伊有去倾一寡物件，包括拄仔老师嘛讲着讲，伊有迄个中程的飞弹，用拍着以色列所有的目标，伊拢拍会着。啊，其实前几工伊 BB 扣去用炸着的时阵吼，伊就拍一粒嘛，差不多6工前，佮咱甲电讲。你有现代化的武器，我嘛有，吼，但是咧拍一粒后，啊就无拍，是安怎？其实个意思讲，这两个各有一坎，吼，两个战略是有一坎。啊，但是对以色列来讲，伊的优势讲，我拍现代化的战争，会用足准的，吼，用足强的。但是顶到来过来会是讲，真主党伊拍的是人民战争，包括讲，我会用会使合法去以色列，也是讲屯垦区去工作、去旅游的人，我先去甲早倾一寡物件，吼，来拍你遮拄则咱老师讲着讲，这两个目标，我人无一定是拍飞弹过去啊，吼，我是安怎甲你用拢会使，甲你炸是安怎，互你以色列感觉讲，我拍较强，你嘛袂拍袂倒，啊，佮直造成我人民的损伤，吼，啊，安尼对以色列来讲。为伊的政治的安定性去甲弄，啊，那天亚虎个包括伊个麻烦嘛，对无？因为毕竟伊这个战争的过程甲时间袂使拖太久，啊，拖愈久，伊的政治的盟友嘛感觉讲，啊，你直直咧拍尔，啊，到底是拍有啊拍无吼？真主党也无去你消灭，啊，伊人嘛是继续去甲你作乱，甚至要更较大的攻势。但是洪总安尼回头来看吼。以色列敢有法度在这几工之内，真正一举，甲这个 Hezbollah， 甲这真主党，弄个拿下，弄个对个灭掉，敢有可能？我即摆是咧想吼，咱为 BB 扣的事件来看啦吼，因为拄则老师嘛讲着讲，这分着 BB 扣的人是大概连级的连长以上的这个干部。安尼个是有一个真重要的，应该情报战。这个关键就遮，我拢知影你什么人是什么人。就算讲，吼，我有1000个连长好啊啦，吼，至少我超700-800人拢知影什么人啊啦，吼，啊个以上的我拢知，所以我知影你安怎联络，我嘛知影你安怎分，当时的发讯号，啊，佮讲较恐怖的吼，因为大家即摆拢无承认，万一。这个系统是规因全国黎巴嫩真主党规个系统内底，其实就是以色列设计的系统。你搁较歹货，意思就讲，唔是讲卖 BB 扣你哦，连你的系统嘛是用我来控制啊。卖就较紧的啊。系啊，对啊，安尼较紧哦。啊，但是算讲这是真正是伊的心脏拢去用蒙内底讲唱好啊吼，这帮病毒嘛好啦，针嘛好啥，伊只要甲做来，你就再见啦。即摆个讲考验讲吼，以色列是毋是做甲有甲把握甲安尼遮准甲深入吼，啊个包括伊真主党家己毋知，这造法度一改就牵做伊妈死，啊无就是佫像过去共款，
我安怎战斗机安怎炸吼，包括你讲迄粒2000磅的炸弹，炸死这个指挥官吼，炸迄个指挥官，但是边仔嘛受过连带的伤害嘛吼，安尼总讲无法度解决每一个指挥官，嘛是应该哪能讲高头蛇吼，你站一个头无效，你继续搁咧指挥，伊即嘛是拢安尼咧控制，这个真正拢伊的这个势力麻烦个遮。参其他的恐怖组织吼，嘛小可小强，包括你讲迄个伊斯兰国吼 ISIS， 伊嘛是类似的情形，就是讲你啊治这个紧吼紧，个一届，互伊无封闭的时阵才法度。但是即马就是讲，美国吼，即马包括因的媒体嘛来讲，这个教吼，以色列咧教美国安怎用军事力量去除掉。对国家的危害，吼，我安全的危害，应该感觉讲，即件是，到即马为止，吼，因是较看好以色列啦，吼。我是为技术来讲，吼，即马就是讲，对真主党来讲，伊敢有法度对 BB 扣的事件找到教训，找到这安全的漏洞，吼，这空棚去补起来。我看落来用粉胶啊，主要都用 BB 扣用粉胶，主要是人的问题啊，一定有人。是唔善你，我虽然人伫真主党咧做工课，但是我唔是真正大心，还是讲我是背骨，吼，我嘛无想要安尼拍，我想要干脆，吼，恁遮偷人吼，拢叫以色列抬了，我嘛免甲安尼做嘛。即安尼讲起来，即真主党即组织，我要先请教着所长吼，真主党在黎巴嫩。伊算做是合法的组织，这头一个，伊嘛是一个合法的政党，但是伊的军队呢，是属于真主党的部队呢，还是因国家黎巴嫩的部队呢？这头一个。第二个，因所有采取的这个行动，拢是因的国家允准的吗？因为若是照所长所讲美国甲国际这个文件内面拢写讲，伊这是非国家性的组织的恐怖组织，这是安怎来算认定？因为真主党在黎巴嫩间其实它的地位非常的特殊哦，因为其实虽然以色列跟很多的西方国家认为就是真主党是所谓的恐怖组织，可是其实真主党在黎巴嫩境内它是一个合法的政党，它的政治部门，它在就是黎巴嫩的国会里头它是有席次的，它曾经也是黎巴嫩国会里头的最大党，但是在最近一次的选举里头，就是2022年的选举里头，因为其实真主党它也面临到非常严重贪腐的问题，所以它在黎巴嫩境内的就是支持度也下降，所以他在上一次的就是国会选举里头，其实他的席次是减少的。那过去他其实最主要的活动范围是集中在黎巴嫩的南部哦。可是从上一次的选举里头可以发现，即便在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主要的重镇，它其实它在这些重镇里头，它的选举的结果其实表现并不好。所以可以看出来，就是虽然真主党在黎巴嫩之间，它获得非常多的支持。可是它其实它的民意支持度其实是有在下降当中。那真主党它其实虽然也有很强大的军事力量，像刚才老师有提到，然后美国的智库也有提出，就是真主党它是目前全球最武装力量最强大的非国家行为者。可是，在黎巴嫩，其实黎巴嫩自己本身也有就是国家的军队，只是当初我们讲说黎巴嫩内战结束的时候，在国际社会的监管之下。是希望就是黎巴嫩各主要的交战的派系能够解除武装，可是当时候的真主党是保留他的武装力量，因为认为其实黎巴嫩的国防军队力量其实并不够强大，然后真主党认为说他有必要就是维持他的军事力量来对抗就是以色列。那真主党他从1988年成立以来，就是也获得伊朗非常大的就是援助，因为其实真主党他最主要的一些就是领导人，包含他的就是创党的领袖。其实跟就是伊朗的就是最高领导人当初的就是何美尼关系非常的密切，跟后来现在的就是领导人这个哈梅内伊就是渊源也非常的深哦，所以他们的组织的思想跟理念其实都有受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影响。那当初在黎巴嫩成立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想要仿照伊朗的政治制度，
在黎巴嫩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政教看到伊首领，伊政头人拢乌甜乌色的乌金，吼，啊，拢政治甲这宗教领袖是害伊的。所以伊头拄老师所讲的，就是伊的财源拢是完全伊拢来支持嘛。还是讲伊家己也有生产啊？因为我看伊这20几档要生产啥物嘛，真困难哦。啊，财源完全拢是伊弄哦。对，就是珍珠港它其实最主要的援助还是来自就是伊朗哦，包含就是它的军事跟财务。那之前在川普时代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伊朗长期因为核子武器的问题哦，就核子进程的问题，受到就是国际社会美国的强烈制裁。那可是，在奥巴马时期的时候，有通过所谓的伊核协议，解除了对伊朗的制裁。那当时候许多人认为，包含就是川普在内，他认为说解除了经济制裁的伊朗，他并没有把就是这个资源运用在就是建设国家、改善就是人民生活的身上，他反而投注到就是核子的研发，投注到就是武器的就是发展上面。那另外就是关于就是哈马斯跟真主党的问题哦，就像美国政府当初在川普执政时期的时候，也认为其实就是源自于就是伊朗把这些经济制裁解除后的资源投入到去资助这些对抗美国或是对抗就是以色列为主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团体。哦，啊，上后尾一个问题，老师，因为这个吼，其他三位拢有讲，这个吼，斩草不除根呐，哦。春风吹又生啊，但是即马看起来，你家己的判断，这个 Hezbollah， 伊敢有可能在短时间又搁再复活，还是讲伊的活动力？你的判断对着咱对中东人的这个认识，伊斯兰教徒的这认识，你认为讲，除非以色列改变着家己的态度，无？因这抵抗是完全不可能停止。我认为其实真主党在短期内应该是非常难再对就是以色列造成就是大规模全面性的威胁哦，因为从以色列这几次的军事行动可以发现，其实真主党在指挥、管制、通信、情报还有领导的系统完全被以色列给渗透了。那他在这几次的行动里头，包含就是他的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还有就是他之前的军事部门最高领导人苏库尔，其实都被斩首了。还有加上前面几次的，就是手机扣机跟就是通信器材的爆炸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成员也都受伤或是重创，所以短期内他很难在就是整个组织的运作上面恢复到就是军事攻击以前的那种状态。那但是我认为，其实现在真主党他自己本身也面临到一个就是抉择啦，就是面对就是现在，譬如说以色列已经对黎巴嫩的南部进行就是地面的就是攻势哦。所以他要继续就是采取对以色列的就是战斗，还是他要保存实力，就是往后撤？因为其实以色列的最主要的一个策略是想要在黎巴嫩的南部仿造在加绍走廊开辟一个就是安全的就是缓冲区。对，那现在的真主党他就面临到这样的那个抉择哦，就是他到底要就是跟以色列正面的迎战，还是他要保存实力，就是往后撤，再带他就是重新就是集结势力以后，再展开对以色列的长期抗战。是，所以要请田老师吼来讲话卖吼，这10几天的你的见闻吼，你看到，你认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是把这个战争当作手段，还是讲无？迄就是战争就是我的生活。我若无战争，我就无和平，我就无通正常生活。我想在这里做一个补充啊，因为我们从不同的媒体会读到不同的东西哈。那以色列最初就是要建国，那么1948年建国的时候，联合国的决议就是两个国家共存，但是初期的时候是阿拉伯人是坚决反对，绝对不能让以色列存活，所以以色列在过去60、70年都有存活的问题。那以色列也尽量的生出很多的橄榄枝，所以我刚刚有说，1985年之后，他就没有再发动过真正的战争，包括2006年跟真主党的那个冲突，叫做第2次黎巴嫩战争，那也是非常小规模的，称不上是战争。所以基本上以色列
只要他能存活，他愿意走和平的路线，因为他基本上他的这个整个社会是民主社会，他走的价值还是美国跟欧洲的价值。但是，一旦让他觉得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么他就要把威胁铲除哈。所以我刚刚讲过，就是说，你就是说他这么久都没有发动战争，然后没想到他不断的建高墙，特别在纳坦雅胡的这个领导之下，他在不断的建高墙，他希望在高墙的里面。以色列人能够过着美国矽谷那样的生活，大家是自由、繁荣、创新、发展，然后过得愉快的日子。没想到3不5时，除了有恐怖攻击之外，去年的10月居然这么大型，1000多人被杀，200多人被俘虏，那更多的人受伤。然后隔天，真主党马上接应，哈，今年4月。伊朗也有加入哈，伊朗本身发动了300多枚的飞弹。那4月10几号的时候，以色列的整个防空系统遇到了1000多枚的飞弹的来袭。那很多人估计，那个不管是铁穹或者大卫投石或者天剑系统，可能一下只能消化500多，结果1000多枚过来，但是它拦截率还是非常高。那所以我们现在讲哈，以色列当然是希望。他能够存活下去，能够走和平的路线，但是呢，现在是极端的穆斯林跟极端的这个犹太教势不相容，最后都要互相歼灭，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后果。那这个后果并不完全都是以色列，阿拉伯国家或者极端的穆斯林是另外一个源头哈。那所以这个是目前的一个状况。那我想刚才补充一下各位先进的那个，因为我除了19天去现场看之外，我也请教了非常多的战略专家，我才知道就是说以色列的这个国防跟战略实在是太彪悍，它的防空系统是全世界第1名，比美国更好。另外一个哈，它所谓的吓阻是真正的吓阻，那美国的吓阻还不一定有效，因为美国没有生存的问题，以色列就是有生存的问题。所以你现在看它清除这个哈马斯，清除真主党哈，接下来包括也门，然后它其实瞄准的就是伊朗。所以你看到伊朗哈作为所谓抵抗轴心的共主哈，刚有说不是只有伊朗在 support 这个真主党或者这个加沙走廊这边哈，还有像包括卡达也有资助很多的现金，所以他们经济不好，可是他们武器壮大的速度吓死人了，所以以色列才会觉得说，没想到我用这种和平的策略，20几年之后，我再度遇到生存的危机，所以我这一次一定要彻底的瓦解哈。那在媒体上报道和我现场看的，还有跟这些战略专家讨论起来，你发觉这一次所谓中东战场会不会发生全面的战争？真主党有没有反击的能力？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根本就一面倒。真主党现在伊朗这边完全不敢有大的动作，因为伊朗拥有的反攻系统 S300、S400、S500，这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验证过了。美国的爱国者3那个才真正的强，那个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刚刚说的铁穹、大卫投石这个天剑系统，还加上雷射的什么另外一个系统，它有太多的优势，所以伊朗现在不敢有大动作，不敢有大股，所以这一些所谓邪恶抵抗轴心的成员，现在对伊朗也非常的失望。可是伊朗怕自己厄运会到自己的身上，所以现在就建议真主党哈，因为我们讲表面的报道，似乎以色列只会攻到这个黎巴嫩的边界，或者只会攻到真主党在河谷里面，距离以色列边界30到50公里的地方。现在很清楚了，以色列要彻底把你歼灭，未来10年之内让你抬不了头。所以现在真主党即使有零星的反应能力，他们现在是要撤到叙利亚边界，撤到伊拉克边界，保留实力。然后以色列要打赢这场战争，光靠空袭是不够的，所以他们的地面部队这2天已经开始行动。因为哈马斯跟真主党他们相同的战略就是壕沟，就是游击，就是各种隐匿。所以可能陈老师你也赞同他所长所讲，因可能会判断讲，即马可能较避手者。未来较后退一些，是的，他们而且要大量的后退，因为他们有试过，他们有所谓中程、长程，还有导弹精准的导弹，也有超音速的哈。结果他们只射了1颗，他还没有碰到铁穹，在大卫投石就把你拦下来了。所以我们说4月的时候，1000多枚的飞弹，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拦截率高达99%。好，你就知道，所以你现在既然因为乌克兰在乌克兰已经看到哈，就是俄罗斯那些超音速导弹，什么锆石啊什么，结果爱国者3都可以拦得下来。那
以色列更厉害。所以换句话说，你有精准导弹，你有行域会弹，你有特殊的那种超音速，但是在这个防空系统之下，你能够破坏以色列的哈，不是只有军事区，只有机场，平民区也有限，也非常有限。对，所以他们现在要保存实力，伊朗现在就是要保存实力，否则的话，他们会大面积的被歼灭。是啊，雷亚老师哈，因为这长久以来，这国际谈判哈，讲来讲去，拢暂时的啦。咱也看到长远来看，其实中东的这个和平哦，毋知遥遥无期啦。但是这一次吼，若是真正以色列甲移落去，真主党啊移落去，土骹甲移落去，敢有可能佫跳起来？这根本的问题无解决嘛，就无法度嘛。根本的问题啥？就是以色列你占人的土地嘛，你占人的土地，你唔行人，你讲咱和平，哪有可能嘛？所以阿拉伯国家也好，巴勒斯坦的组织也好，应该以色列讲啊真明白啊。恁爱和平还是爱土地？你若爱土地，你就无可能和平。你若爱和平，无要紧，爱土地行完。你无可能讲两边拢爱啊。我这倒手爱和平，正手摕你的土地，哪有可能？这是根本的问题嘛。美国已经发现啦，所以拜登毋知讲，这个两国的方案嘛，对不？一个以色列，一个巴勒斯坦嘛。如果说你若无互这巴勒斯坦的前面国家，这世世代代吼，这个冤仇无法度解决。以色列内面嘛，毋是铁帮一地对啊，无毋对啊。所以这边你看，这个无毋对，以色列这个总理啊，那两个真厉害的，你看，拍这个哈马斯，拍真主党，跟他真厉害。其实以色列内部啊，伊的这个民意支持度啊，是紧加呢。即摆来讲选举吼，最近的民调如果显示，来讲即摆来选举，伊输呢，输甲痛苦呢。表示讲啥？以色列无足一人无赞成伊的方法嘛。伊安怎就是讲这边这个真主党冤家吼，旧年到即摆超过6万人的这以色列的迄个民众啊，无法度倒去因的厝啊，伊咧靠近黎巴嫩的南部啊，飞弹啦有诶无诶吼，所以爱走路啊，超过6万人呢。这个人话，生活变动真大。就是啊，我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咱讲一天两天无要紧啦，一礼拜、一个月嘛用忍受啦。还要规年啊呢，对无？无到转因厝啊，无到生产，无到上班。这把对这个内塔尼亚胡啊，造成足大的压力的。所以内塔尼亚胡伊把足痛苦啦，安怎？迄个人质嘛，几百个人质，即摆叫哈马斯伊个创意大也毋知啊。所以咱讲以色列情报真厉害，对真主党真厉害。对哈马斯敢若讲无甲偌厉害呢？哈马斯去以色列关咧拍对无？但是人质嘛，创大也毋知呢。所以以色列对这个哈马斯的情报敢若做甲无偌好啦。但是伊对真主党的情报做甲真好。所以嘛是讲以色列安怎呢？对这个哈马斯伊想下摆啦，是讲你话拍甲拢差不多啊，对无？就是你无通了不起啊。这顶敢若土匪啊。对啦，伊感觉我拢甲你无我真清楚啊。无想讲人哈马斯过去10多年来有甲关要比啊，甲差不多啊，睇甲差不多啊。所以这内底有伊情报做甲真好，伊也无用手机啊，也无用这个 BB 扣啊，真我就讲上后尾用混教来背来。迄就是啊，所以咱讲总而言之啦以色列来讲，不甲这个边仔这朋友这阿拉伯啊，是讲巴勒斯坦和平相处啊，真正和平来相处啊，伊就爱甲土地行人照这个拜登讲的嘛，两国方案啦。你若无照这个你讲我爱和平，你和平就是讲假嘛。甲你讲大陆有是你咪讲爱和平，爱和平种台湾你什么和平啊？所以伊的和平跟咱和平无共款啦。所以以色列的和平内塔尼亚胡的和平是啥了？土地我爱，和平我不爱。所以美国迄个芝加哥大学一个真有名教授叫 Miss Mike 伊安怎讲哩伊讲这个以色列这把总理这个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政府其实以哈马斯也是讲你真主党对付的真主党，也是讲这约旦河西岸迄巴勒斯坦的村落伊的所作所为是啥物款呢？国际法来讲是种重罪迄个啥哩种族净化的政策，无就甲这个巴勒斯坦给赶走，你若唔走，不改台，迄是真过分呢。所以伊即摆去国际刑事法庭通缉嘛，你就犯了重罪嘛。所以讲，你啊，这个国家讲这我就爱和平，什么话？这是讲笑的呢，对不对？咱讲根本的原因爱解决，
啊，若无解决就无法度，所以这嘛是爱外交爱谈判。你无可能讲用战争哦，啊，就来解决所有的。人类咱这个人类啊，有战争啊，已经超过几万年呢。啊，敢有解决所有的代志？无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吼。战争到尾也是爱来老师，咱希望下一出来讲一次，因开始坐落来讲啊啦。有我问洪总哦，你判断即摆以色列这个军事行动，真正推进到像头先所长所讲的，我黎巴嫩南部，我要净空，我要搁派一个过去，我像我家己要使用的人顶伫遮，敢会是安尼？我感觉有可能，真大的可能，因为对伊来讲吼，除非是讲像老师讲的迄和平的路线吼，已经足明显的时阵，吼，两边拢愿意要坐落来时，才有可能袂去行一步。但是对南太湖来讲吼，我是为伊的做法来分析。对南太湖来讲，伊即摆无可能先放掉全面开战这条路。伊这过去的经验，这个所谓这缓冲区啊。差不多几公里遐深啊，伤深嘛，无法度过呢。是啊，但是即摆问题是讲吼，因为惊吓，毋是讲南太阳湖惊呢，是伊的支持者嘛惊。我支持南太阳湖，但是包括我的家人去互掠去，甲即摆佫无放长的时阵，这对伊足大影响，对伊执政的能力甲人对伊的信心。我看来随时改选伊嘛是拢袂掉。是，所以伊暂时用战争类局去运作嘛，所以不就保护伞共款。就是讲我也袂拍了，所以你袂当甲改选，安尼讲吼。但是这是一个足脆弱吼、足 fragile 的一个状态，包括讲伊东来遮的，包括咱讲其他的部长就好啊，信心嘛无去的时阵要安怎？你也讲吼，全面上精锐的陆军部队啦吼。战车啦，因为战车之前哈马斯嘛个拍到足惨的嘛吼，你嘛有看到飞机啊，精准的炸弹啊，拢落去的时阵，啊，万一像拄仔讲的，拄仔老师讲就讲，教授讲，伊讲你即马退后啊，我退后你歹拍嘛，你拍袂着，伊讲拍袂着济吼，你可能拍着我走较慢的吼，迄车较烂的，我车较好的人就走去啊。我真正的实力、主力拢撤退，拢保存的时阵，啊，你这点无效，无效的时阵，你个政治危机，南太湖家己要先落台。这个路线就是南太湖上歹看到。讲起来，敢若伊敢若非落台不可咧。但是伊非拍不可，这是即摆伊上歹的绝。是老师，我有一个补充啦，迄个1982年，以色列迄个进军黎巴嫩嘛，是啊，结果啥呢？创造了真主党嘛，对，所以以色列一个总理啊叫巴拉克，伊讲吼，1982年以色列进军黎巴嫩，拍到尾啊，生出来一个真主党，啊，这边个拍，我是怀疑，我是很担心什么，生出一个真主党2.0，搞不好比更厉害，新出一个哇，对啊，就像咧拍电动吼，你拍一只迄个怪兽吼，啊，像讲甲拍死就好，结果。甲拍无死，甲变做更较大只。是啊，来所长，上下尾你讲啊，以色列即摆伊面对，尤其纳坦雅胡，伊无可能一直安尼拍落去吧？伊总是爱面对国内爱选举吧？你判断以色列内面的政治状况是啥物？我认为其实现在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压力也非常大哦，因为其实虽然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他在很多议题上，包含巴勒斯坦问题上面是属于比较激进的右翼哦，可是他的政府的组成里头有比他更激进的，就是右翼的民族主义者。所以像在处理这个真主党的问题，其实他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受制于他自己现在内阁里头阁员的就是态度。所以他即便就是愿意接受就是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停火协议，可是他的自己的政权本身可能就会面临到就是分崩离析的状态，那可能就是要举行就是重新举行大选。那重新举行大选，像刚才李老师有提到的，以现在以色列内部的就是民意基础来看的话，很难就是让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再次的当选，所以他自己本身也面临到非常大的这个压力。那加上就是最近以色列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你可以发现有很多以色列的民众认为，其实政府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解救人质，可是政府把就是对哈马斯跟真主党的就是军事胜利当为最首要的那个目标，
所以从上个月开始，其实在以色列的境内也有非常多的民众走上街头，就是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策表达不满。哦，所以以色列人民嘛，不是替帮一地的。老师，你安怎看？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以色列本身是一个非常多元，然后非常分歧，包括犹太教里面就非常的分歧哈，然后所以他们对很多东西有非常多的看法。那纳坦雅胡的确哈，在还没有发生战争之前，他的声望非常糟哈，他在推动司法改革，那结果从大概2023年的。好，2023年年初到9月底，哈，每一个周末都有数万到数十万的人上街去抗议他，好，然后他还有很多政治操弄啊之类的，所以他的形象本来就不好，他在改选本来就不一定说不能单选，困难比较，但是以色列还有一个特点哈，就是他们有生存威胁的时候，他全民一致。那你看哈，上一次就是9月多的时候，又有50万到70万的人上街抗议，说人质重要，因为当时有6个人质当场被枪决，他觉得人质优先，人质回来后面再说。可是等到情势急转之下，全部又支持这个战争哈，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以色列的各党各派高度的认为说要把国家的安全吹出来啊，要把国家安全建立起来。现在101个人质里面，据信有1/3已经被杀了，而且哈马斯非常的强硬，他有所谓3步的躺平政策哈，他是不投降。